就是杜十娘。你就是杜十娘。你们谁是我朝思梦想也不能美的那个桃花岛也行，岛也行。这位客官，你的那个他是谁呀？杜十娘，杜十娘，对，杜十娘。这位弟弟，他想接十娘弟弟。这位客官，进门前见了墙，离家的泪啊，高楼相顾。兄弟，见着娘，难上难，路灯相聚，谢结战，礼物那么相去听我哟，兄弟，勇往直前呀，一个呀个喂。妈妈，别人乱用几声生父看见妈妈。你千万别哄走一类一个穷酸气。孟十娘美名才来面见。各位大爷，请开讲。哎呀，沈公子啊，我打了8辈子的学妹，就算离家来着不走，我帮你把他赶走。哎呀，十娘心情刚烈得很，你就别在这儿烦我了，等我哄走了再说。听子吃子也行啊。哇，原来是富二代！哎呀，这这同为的俗人，差距怎么会这么大呢？三娘啊，你看人家沈公子啊，300两银子就听一次吃子，你就别再为难妈妈的可曾啊！哎呀呀呀呀！三娘哎，三娘，好寒夜深秋露，青丝
长生情。
至今我已是身无分文。你啦，荣华富贵我不想忘，越亲的我还用几色今相遇，趁我起身愿自伤，身旁一心随君去。李家，你见过体了？你说他娘人，请老师不在，门里人落在心，太监上女上亲来，可怜老娘受穷苦啊，配上行女儿，陪着丫头，万岁这里装不才，来说，趁早不是一场乱，同情人心善良，见我两分开。哼！妈妈，你要关这里啦？女儿别多了。哎呀，三娘啊，多少个他回过人莫名海来，可你偏偏喜欢这个穷鬼。你长清高不要紧，别让妈妈跟着你喝喜不疯啊！妈妈，当时李郎进园，他是实小千金，你是何等的殷勤，何等的夸赞他。如今李郎，难怪神圣，官家如此，行院无题。好了，好了，婶娘，妈妈休要气恼，气为了孙子，划不来。哎呀，公子，你真是穷好心哦。是哈，我穷得这人下好心咯。你这个人的脸皮呀，比陈江还要厚，马都冒不碎。你要是真好心啊，哼，何不拿银子来替少娘说走？妈妈，此话当真？当真？真当婶娘弟弟在？哎呀，这
好，省得他跟我儿妻睡觉。哦，妈妈要多少？你是，要是别人嘛，7两8两也要的。7两8两，婶娘。 2年拿不出来，不过看在婶娘的份上，请你当不着300两。在这之内，一岁交税，一岁交成。公子，快答应呀！是，妈妈，30太斤10天之后10天，就是10过10天嘛，也拿不出300两银子，倒是别叫他混财，婶娘的福啊，可是好，10天就10天。妈妈，你儿子倒是才有一人反悔。哎呀呀呀，老太不去宰娘吧！哎呀，真为实话，谁要反悔嘛？啊，主子啊，做给李公子，你李郎，妈妈已对天忙事，你若不爱婶娘，切不可对天忙事。不是你婶娘之后，我李家就有做成的之力。今生上为婶娘听着内心，与风殿而话。杀生呢，杀生忘事，必将文英奉上。开手无凭，拍掌为凭；对，开手无凭，拍掌为凭。天地之神，与婶娘思儿，今日神之。我可是翠娃实在贤的，谁也不许把他。哼，要是没有银子啊，休怪我不起。婶娘哪里话李家救之不得？只是我早已囊空之心，哪里话与银子？何不向周都请玉借户筹资？请玉管我流连行院，早已不想往来。公子是不是放不下家子，拉不下面子？不，为了婶娘，我有什么放不下的？我这就去接待，凑不到300两，我绝不回来。李郎，走去走回。李公等到这一天了，李公子去接待，只怕要碰壁。我是有安排，是哈，失去心谁又谁来。
娘姐姐，月郎姐姐来了。姐姐，十娘妹妹，妈妈别说此事，我已知道。李家他身无分文，为何不曾认谅于他？姐姐，青雷杀雨灾，见过多少人情冷落，遇到事小心驶得万你所爱。姐姐要死他，倒叫李公子好断腿。姐姐，烦劳姐姐将此家带出一处远。他说我与李郎重返家园之时，姐姐在承我此下。十娘妹妹放心，到时停当相称。告辞了，姐姐。姐姐真是个有心的人。是哈，太叔，十娘妹妹保重，我心态佳语。刘兄，开嘛！
何人呼唤？哦，真是稀罕！李兄莫非吃醉了？这里可不是宜城哟。小弟当早厉害。李兄果是遇到什么好人啊？西域错拨。哦，此话怎讲？我是先生玉，还是先生喜？先生玉，至今我已身无分文。哦，这不是新闻吗？这是喜。宝儿答应我为神娘送生。说声，你身无分文，我要贴身作声，这分明是遇上假遇。是的是啊，这几天一文未得。真是上山当户你，开口就是难呐。那老鸨要你多少银子？汉奸10人，分银300两。啊，300两！有去为我发销，我笑你此配真捉弄了，还不知道，李兄啊！将你身作一中郎，我们真是相爱呀！取经家里风雨堂，有妻子花用玉马背心上，咱娘身将举棒水，手手一千金堂金。切破将你狂为什么两个人亲我？名字里身边结多花光，当作你接日奔走去到阳。这是他才肯他方车元帅，料定你再度失人也帮忙。到那时哪有脸面再回转？他也能趁势抬走，体体面面算了你这个穷算。我是趁此暂论一言，安心托书吧。神娘，不会是此待我吧？公子，吕公子在家吗？是何人呼唤？看看李公子可在府上？是啊。哎呀，公子，你那事儿好早，银贵姐姐要我到吕公子府上行礼，你孤转在此，是孩找我，你忘了我？你自将你情去不记了听，弟弟不是草娃，你恰对子相听。是我的错，是孩不要生气了，连这个小丫头都管教训你了。这奇怪，实在是急救公子着急。公子是不是没有借到银子？一语中的，借贷不成，弟弟早已料到。可不管有没有借到银子，都请公子为已成员相商。不，我不委屈。哎呀，公子不要脸委屈，妈的了，不委屈，不委屈，不委屈。李兄此去定当不得随走，我也能袖水旁观。李兄慢走，我来也。
我这声大事就要化为水中泡影。三娘，别人一讲不用心，实在是失去失事啊！李郎，这也怪不得你。我身在风尘，这曾经冷暖气味不知。三娘。李郎，弟兄，我只看大丈夫哭哭啼啼，沉默提头。可是我这里，我要在人家过一命。这位想必就是吕昌吕公子。不错，这下有余罪。三娘有理了。这下生死不清，至今弟兄生无分文，安身不牢。你我是早早打发他，也好叫他死刑。吕公子何出此言？你当我不知，出身是假，这可是真，是他野话，怪不得你骗得了弟兄，可骗不了我刘玉才。吕公子，你要我听得了？吕公子，你看，这时候吧，正急急接的150两3银子。这许多银子是哪里来的？弟弟凭着3次金龙记载下来，藏在杯中内里。果说此事，看来三娘倒是个有心之人。三娘，这时候是的。李郎，这是晚差一步啊！三娘对我是私情，生意中你将难以为报。苏茶银两，我已经协议成金。这是晚中私品，哈哈哈哈！买啥是尸体，就是死上去，银子从我而来。吕公子，你怎么总是怕浪费啊？弟兄见证情友，早已决定，你还能去求哪一步？不过常有一人，你还不曾相聚。哪个？吴昂。
什么？欲想太平？不错，十娘无病。啊，我晓得，十娘啊，妈妈是过来之人，知道你的心事。管我们这一行啊，就是场面语序，岂能当真？谁要当真，犯上几身。那李家算什么东西？你就把他忘了吧，啊！今日沈公子啊，他可要来。上次你怠慢了他，今日可要引进去，他可有人呐！妈妈，李公子弟弟可是做官的呢。那就更早。清官家没钱，团官家的钱发保险。更何况官家之礼，娶的竟是名门贵婿。你想与他拍头见老啊，真是无要想老骨头子。妈妈，不可这么说啊！去，轮不到你讲话。妈妈，16天尚未到，已是第10天啦。16天还放松一日。李公子来了。李公子，你怎么来了？你这个穷鬼！妈妈，三不了文运才死。这么多的银子，是偷的还是抢的？是我与李兄借的，是谁的？是哪块田里冒出来的？错！太好了，弟弟，你死于我呸！区300两，岂想带罪土子娘做梦？你呀，真呀！人家沈公子啊，300两银子就听一只瘸子，你想带罪他，起码3000两。你真的反悔？我早料到他会反悔。反悔？反悔与怎么啦？无凭无据的，休想带罪沈娘。妈妈，那是你与李郎拍掌为定，天地之神，与神娘私儿皆是神者，你都忘记了吗？神在应，天在看，妈妈言而无信，出尔反尔，你就不怕天理昭昭，言语成谶？妈妈信吧，莫非你想自毁功德，自食恶果？你就不怕来世做鬼做子，沦为畜生？妈妈三下人子，我与李郎即刻便走。妈妈实是实心，李公子的缺位人子，我留下。神娘，留下我的尸首。神娘万不可！妈妈是要是3不了文人，还是神在两可。神娘，哎呀，什么倒霉！我这老家却被这小家却给算计了。哎呀，神娘啊，这好，放你走！妈妈说话算数，神明官司背不起，300两银子最少，总比空睡的好。神你就大欢喜，这样你弟弟心上。此刻他吃我的，用我的，还想拿我的，呸！欠我亲手臭啊！几年来，
给你赚了多少银子？这院里的东西，我何人履历？从今往后，你我两不相欠。这是您自己到手，翻脸我生生。多谢刘兄约策啊！哪里？陈娘刚于过去下过礼单，凌晨敬备。李兄得此家人夫妇何居？这是四道兄先生新破城，李兄家风严苛，继续小心呐。多谢刘兄提点。陈娘，你们都家正中。告辞了。好一位长里洒脱的吕公子。你
此正做平地里，生命那海枯石烂，哪怕是乾坤倒转。你爱神娘心不变。到那终老千年，终老千年神娘风雷亏损，今日一别，不知何年相见。此下内是宋姐妹为你催出的盘缠路费，万望收下，以免穷途之旅。多谢众家姐妹，你啦。李公子，神娘却托付你了，只要不离不弃，我去如愿升高。是李家接下了。神娘，事到艰辛，手心叵测，万望珍重了。弟弟，这是你的随身之宝，万望弟弟心度珍重。姐姐是为照顾于你的，
风息相助，还是些先生再走不迟。真好我也。怎么样？下面歇歇去吧。哎。天寒地冻，公子，能非上几文钱，我好当保护局暖暖身子。多谢公子。真是处处都是讨债鬼，身无分文，路难行啊！公子，今晨来了2封书信。刘兄，李兄，今随家务来信。领真可以指你先生娘返乡，方早做准备。李将武儿，今闻你在京都宁取杜三娘，从我门庭查我家风，实待其余为家，必断父子之情。
下，一路与君情恩爱一个，怎个是好姻缘，难不过一方。常为风的脚下，还是进场内暖和身子吧。李郎，李郎为我叹气，我有什么？可非讲与我听，上神娘为你分忧。一路引来，花费甚高，银子衣着用尽，这是原来如此，李郎，这是种地梅收成银两，你拿去先用。三娘，此人此德，拔腿不过王爷。我知道你的难处，那是吕公子临别赠言，受到李郎家风严苛。刘兄与我同乡，生子母父，这是专夺强横。因此你一路往迎，日日不管回家。我什么也瞒不过三娘，假如早有所心，还我为下。我是想在途中没一个旨意，好在弟弟面前与过交谈。旨意可曾想好？没有啊。这也怪不得你，像我亲类出身，你家高粱之门，毕竟难进。李郎，既是公爹索性叫你回去，你这不回，倘若闻到我神娘教唆之苦，让我死无心安。神娘，我自有安排。李郎，你看。风卷水洗，雨火点点，恰是星罗棋布，好一派迷人的将军女。你我海上历经磨难，终成眷属。上神娘为君争居，举杯畅饮，以解旅途之困。哎呀，妙啊！今生今世能与娘子共饮江上，好不痛快也。
夜泊孤独客，独自对江风。或闻一曲小道声飞小海破云中。高为是民风的专是情同，何知谢家还有情义的子听着相思夜曲，自古在逼逼两家，那歌声倒也似曾相识，待我一探究竟。船家，将船靠近。好嘞。西门山中告诉我，岳明令下美人来，是此风息，是此夜，何人总晓苏醒我？待我看了。请问兄弟真姓大名？小生离家内国之间岳生。哦，你就是闻名京都独传你曾有花贵杜十娘的李公子哦，舅娘舅娘。见笑见笑，我问兄弟是小弟生父。生父。哦，你就是
花300两银子，听婶娘你劝你沈公子，哎呀，舍近舍近。哎，三贵啊，三贵，你我真是巧得很啊！奉系做到这次不了，李兄何不鼓传小作一番，续续太岳中的闲话？萍水相逢，四海之内皆兄弟嘛。这请。哦，是此恭敬不是聪明。请。请问李兄在何处拿见？那是不用兄弟你。好，那是哪有？哦，复古花草金的一关，落到金凤之地，兄弟好福气呀！哪里比得上今世你那万娃呀？像兄弟这样的风流才俊，想必也真也怕今晚进绝家。李兄不也是东大中的什么？请。请问李兄洪武之子？沈兄见笑，小弟哪有什么红果之子，只不过家父车见上母射箭，希望我能光耀门庭。过问沈兄，不怕李兄见笑，家父车箭，养母射箭，只不过祖国拿更多的银子罢了。哎，这世道没钱，万事难啊！喝酒。是哈，喝酒。是在珍珠之上闻得清歌一曲，甚是奇妙。想必出自岳父沈家。沈兄不愧是老将无料，一听便知。却不知古仔是何许人也？古仔南京都名宿屠城娘。屠城娘是哈，我一替他所生托记，他已是我的娘子了。本夜我就莫名道，大欢出来莫名呀，穷生都做花闺女，我虽一情光。家饭亲亲，君子养。李兄得此家人，真是可喜可贺。来，小弟敬你3杯。第一杯，和李兄郎才女貌，琴瑟和鸣。滚。第二杯，愿李兄来年永登王宝，早生贵子。这第3杯嘛，小弟官派领政，所谓平等，不爱之心，用兄结其为下，开私人之先后。这个屠城娘。
兄以后定备不应。实不相瞒，家父不许我携带神娘返乡，我真无计可施啊！神娘她，神娘是。马玉氏，平日父亲不是爱，马玉家，我不以你为子，弟不以你为兄，同胞不以你为友，孤独啊！马玉先生，你兄弟后半生将死后毒死，神娘嫁接你，无非是你官家之地。不在话下，一旦失去庇护，你又身在两空之地，弟兄，你要怎是怎想啊？臣兄一番话。真龙发挥，老天赐我两天机，弟兄弟弟，能真我在我们家把香与神娘唱，你们夫妻我们里，空是边去望圣兄可有妙计救我？听你兄之言，临阵大人无非是你迷恋花语，无聊于你，故而对你恼怒。如今你又空手回去，岂不争吵激怒？倘若李兄晓得千两奉你为下，就是自己用心读书，不曾浪费分啊！对呀，父亲见了你俩必信服你。不过我今日的银子也要充着路费，哪里去弄这千两奉你？小弟愿意千金相赠啊！啊，这是何事的？你我萍水相逢，虽是萍水之交，难得有缘知己。今日李兄遇难，小弟来听面不自理，实属应当。圣兄，当大的名计才是。不过，怎么？倘若李兄隐瞒神娘身份，天生失去，自立保不之后，到那时你还是免不了一场后事啊！那要是何才能谅解你？与小弟之间不是留下毒神娘。你是说，兄弟，留下神娘也是为了他好啊！此话怎讲？
李兄上不争无名，携带这娘为相，必遭趁血孽债和不完刁难。不惜男子，他生不如死，你岂不是害了他吗？这是他孤身一人，何以何靠啊？小弟愿意代为照顾啊！啊！千两问你，神娘留下。你是要我买？不，我与神娘真心相爱，岂能做这不义之事？李兄，你误会我了。身为家在亡国，要信美女与玉红呢？小弟并非团路媚生，实在只为帮扶于你。令我买卖不成，请你谁嘛？来，喝了这一杯。李兄实不应用，小弟虽为结业，就此别过。生兄，同意啦。我真是有些好办事，父亲家那贵呀！对呀，没有钱，你我真识得过自己，识得过自己，保你能做官，做官有权，有权好赚钱。李兄，你有权有钱，再去寻几个十娘，有红啊！更何况，你一旦高官得中，那是杜十娘，也算是神老之王。你可以不是他妓女的身份，皇上不为，你的子孙不为，到那时你就不怕子子孙孙被天下人耻笑吗？为先生，我需要割断心忙。为蒙的我只得拜别十娘。不肯答应的，他是真心对你，怎会让你无知风流？你小女的爱，他定然通情达理。此事我要好好与他商量商量，他尚不同意。我是说不为将军，上一道复为启告。这一招，一岁教习，一岁教神。好，明日一早，一岁教神，一岁教习。不过，你我以后为敌。回聘。
回来了，回来了。李郎，你还久了？还久了。不知林庄夫人竟与他相伴之生意。已是过世前月生，与我西段太岳种子婴儿自归。原来如此。李郎，来，饮杯热茶吧。那吃点点心。李郎，夜已深了，你我还是早些歇歇吧。不，我也不快。李郎，李算之事你还心志高昂，此刻却为何忧郁寡欢？我没有什么。李郎，究竟有何难言之事？我杀不成，可我李郎，你我一定艰难与你忙。从
心灵转身也雄，出门花出来帮忙。他送离家1000两，让我回家哄爹娘。只是一向读书忙，从未生死徒生娘。丽拉，你还在了？我没有在。丽拉，你还在了？我没有在。我知道你爱我，你是最体谅我的，我也是为你你是答应了，我便去千金为家。父亲面前也越过交代，你也遇了一个更好的妻子。亲爱的，那何不必请那商户人家腰断万过？你把我卖了！还有亲情作为聘礼，我实在是为你好啊！他的眼睛我一把两忘记的，眼前终于金杀银杀，也不能改变世人对你。你我两者的深情厚谊还是什么？难道我抵不过那金山银山吗？这世道没有谁，凡事从我承约，欲为我早好归宿。神娘，多谢你的大恩，大德。不，三娘，你我的心爱离家没此多吧？待到我无应允之后，我再接你回来。即使我父不允，我也会常去夸你。
你就答应了吧？千两分银，可曾到手？费得上娘一命，当然不过这你如何为避？回避。我答应你，是我当真，当真。哎呀，果然不是生兄所料，神娘是真心对我听上一语。哎呀，我的好神娘，神娘，明日你就是他人之物了。来，让我们珍惜着最后一笑。我要苏长，我要送去你心。神娘，平日都是我与神娘话媒，今晚就让我话最后一次吧。多谢美意，神娘忙不管这劳动，李公子。
情丝万苦子，日终会算了，问问儿呀，天天十里陪我相生的是李家。十指房，两情参谋，生于靠有谁知？我奉要下言配无恙。正见发尽千万缘，到不去来，才是咱们继续家。娘啊娘老女儿太自杀，多少年来苦挣扎，少女成为仙子，追着朦胧金莲花，来自乘风乱风里却是我催催惊梦醒。世间真不用我这满身丈夫的亲把女娃，亲把女娃，亲把师娘私道前行，这娘真心破城，弟弟倒是个有心的人。一次杀气感情深。
子是错是对，事已至此难为的，我只能深谁退罪，退罪上诉。弟兄，怎样可以准备好了？他要送去你心，送去你心。相我生父有此一福，小弟们小心伺候。竟是个清冷女子，孟神娘美名，生父有礼了。你就是生父沈公子，正是神娘，你认得我？不认识。我曾在你城院花了300两银子听你一曲60年可哪里记得？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。从今以后，你就是我最最亲的神了。这些话得到交过银子再说，不迟。好，不过我要神娘的一件新闻为凭。不愧为上古神家精明细心，李公子将我这账单借他便是。好。李兄，正好1000两，没有错吧？不多不少，正好1000两。李公子，你可以回家了。多谢神娘神仙许我。沈公子，我那账单之中还有李公子的一纸录音，乃是他回乡的公文。好，账单在此。李公子，你看这是什么？这是我的录音啊！这个名字要出风儿，到底5000两啊！神娘，神娘，你是你妙吗？你再来看，你想只管子女妙我，下是半斤啊！神娘，给你良心，你们再来看，自己，老二爷，怎么了？
丈夫，他骗了我不要他的银子了，不要他的银子了，你不要听他的一耙不言，他要再买你的呀！沈公子，难道你就不会再买我了吗？你为的，我是对你一片真心的呀！看，马上手扶心肠，见你见上是小人，你恢复金银下半段，我常思心先生，他姻缘催一人他人水上天冷，不要跟牛一日雪，万婚云路你问问天啊天！回家，你不怕领政大人官告你罚你，进不得家？你不怕家门不风光？不怕。你不怕被驱出家门？从此你我苦旅郎吗？我与沈阳真心相爱，与宝宝相这生，我就多少祸害。你的胆量何来？我离家曾对天盟誓，今生稍为沈阳今朝立即与封地而亡。你还记得？此刻铭记才谁？沈娘，你不要听他的一耙不言。公子，离家，好一个痴心的郎君！
用情独身靠着举宝盆，夫唱妇随妇与催，是皆是作相天。丑八不能当浑身，悔不该玩痴心，枉为情泪，悔不该参包厢，若谁自证，悔不该比上飞弹车上，悔不该。